大家好，我是高慧老师，今日要来小解要安怎准备成大认证考试哦。好，咱先来看这张图，伊听讲、读写拢爱考着。阅读是180分，听了是100字，听写80，口语是100字。这是老师的成绩。一般来讲，你要考着 B2 的成绩，大约是341分至380分，所以你若要考好调，其实你的听讲、读写拢爱加强，尤其是伊个写部分，伊考全部拢是罗马尼80分，等下后壁老师会小解哦。老师拢总摕着396分，我写的部分是摕着78分。这张证书是伫2021年1月份摕到的，我是摕到关级。好，要来小解成大台语认证。第一，成大认证袂使黑白页，也无会倒扣分数。除了语数听写甲讲的部分，笔试的听甲读一条倒扣3分，所以借无把握的题目袂使黑白页。这部分请大家爱注意哦。搁有成大认证有分大罗版甲高罗版，他报名是爱选好着，也无时到就无法度重选哦。请大家报名时阵一定爱注意这件代志。听甲读的部分，我先来讲。读的部分呢，爱考平常时加读光台语文学的册，成大语数甲题目拢是考较有深度的，无法度讲考练习的题目，就考悬分。当然，你透过练习，你就大约知影讲，你考的题型是啥物款的，是啥物型的。我建议是讲，你爱考成大进前，你会当去买迄本《成大语数宝典》，迄本诚好用。不管你要考教部、成大，还是未来要考到关级的程度，你拢会使用迄本册哦。下骹老师会小解这本册哦。好，咱来讲听的部分，听力的部分，就是按照所选的用正确的答案。考试的时间是50分，爱照二 B 的 MV 甲符仔写选着你感觉上符合问题答案，同时会当加听公司台语台的节目，也是台语的 Podcast， 比如讲台湾人、台湾事，也是逐工一句讲天文，拢是诚好的节目哦。好，要来讲甲写的部分。讲的部分爱按照每一个大题咱上限制来讲互了，无讲互了，也是无讲着符合题目的，拢会扣分哦。一般会分做3个部分：看图、广告、台语朗读，搁有申论题。看图广告就是看图广告词，台语朗读就是看着文章有1分的时间，互你准备，然后你念出来，搁有申论题，互你准备2分钟，你爱讲2分钟。语数听写呢，咱讲写的部分，语数听写有70条题目，拢是全落的，拢是爱写全落的。这部分你一定爱加注意哦，爱注意啥？你选的是倒一种版本，所以你报名时阵，头老师有讲，你爱看你是要大罗版的，还是高罗版的，就爱选。看你要选倒一种，会当透人去写哦。有条嘛爱写清楚写好明，也袂扣分哦。多谢大家收听，大家再会。